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。根据这卫福部的统计，台湾的平均65岁以上，这12.5个人当中，就有1个人是有失智症。那准85岁以上，安尼5个人当中，就会有1个。有医师是表示讲，即马呢，针对着这失智症检查甲治疗，其实拢有新的技术甲新的药啊，免开刀用这电脑来断层扫描，佮上这新的免疫的这个治疗药啊，互相来配合，安尼就会有真好的效果。厝内时代若出现情绪变化大、记忆无好、判断的能力变歹等等的状况，医生表示，安尼可能就是失智症的症状，毋是一般正常的退化。过去判断是毋是失智症，就要开刀切片。毋过有医生讲，即摆免开刀，用新的电脑断层扫描技术，就会当看到患者大脑内底出问题的2倍。治疗前，第一个要做正子的电脑断层造影。这个目的就是要确定说我们脑中有这个病理性斑块的沉积，那我们会做一个定量的分析，确定说它到达某一个程度，比如说在这个定量值到达30%，哦，30以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启动这个疗程。那疗程的话，通常是6个月左右的时间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台湾失智症的盛行率是8%，平均65岁以上12.5个人当中，就有1个有失智症。若85岁以上5个人就有1个。医生讲，目前新的技术会当判断患者敢有失智症，佮加上新的免疫治疗药啊，互相配合，早期失智症的治疗效果可能会较好。之前的药物，一般我们失智症的口服的药物，就是所谓的症状治疗、治标这样子，它可能短时间的改善一些东西，但是它没有办法把淀粉蛋白清干净。新的药物可以把脑子里面的这些毒性的淀粉蛋白清干净，以至于它不再去影响到脑子的这个恶化。医生提醒讲，失智症的治疗关键是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。所以，若是记忆变歹、和生活自理的能力退化等等，医生建议就要赶紧就医检查、追踪。记者陈心彤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